第7章，棄絕。耶穌話：世人恨我，因為我指證佢哋所做嘅事係惡嘅。世人若恨你們，要知道恨你們以先，已經恨我啦。他們若逼我，也要逼你們。佢哋因為我而要咁樣對待你們，因為佢哋唔認識係邊個差遣我嚟嘅。耶穌講嘅千真萬確。耶穌離世以後幾百年嚟，基督徒喺好多地方受到咗迫害，呢一點成為真正嘅基督教信仰嘅標誌。聖經告訴基督徒們要堅持，要忍耐，等候天國嘅到嚟。仲有耶穌係我哋嘅榜樣。有幾位法利賽人同經學家從耶路撒冷一齊嚟見耶穌，佢哋注意到耶穌嘅門徒中有人用唔清潔嘅手食飯。原嚟法利賽人同一般猶太人都遵守祖先嘅傳統規則，若不按規定洗手就唔食飯。從市場翻嚟，若唔先清潔自己，亦唔食飯。此外，佢哋仲遵守好多其他規矩，例如洗杯、洗鑊、洗銅器同床鋪等等。因此，法利賽人同經學家們問耶穌：點解你嘅門徒唔遵守祖先嘅遺訓，竟用唔清潔嘅手食飯呢？耶穌話：你哋呢群偽君子，神通過先知以賽亞指住你哋講嘅預言係啱嘅。呢啲人嘴裏話尊敬我，佢哋嘅心卻遠離我。佢哋敬拜我都係徒勞無功嘅，因為佢哋嘅宗教只係人嘅規矩而已。你哋係離棄神嘅命令，而拘守住人嘅傳統規矩。耶穌又叫群眾嚟，對佢哋話：你哋大家都要聽我嘅話，亦要明白，從人嘅外界進入到人裏面嘅事情，不能污穢一個人，唯獨從內心裏出嚟嘅，先至會污穢人。耶穌離開群眾，入咗屋，門徒就問佢呢個比喻嘅意思。耶穌話：連你哋嘅思想亦係咁唔聰慧，唔明白嗎？從外界進入嘅不能污穢人，因為從外面進入嘅唔係進入到佢嘅心裏，而係進入佢嘅肚腹，最後會排泄出嚟。同時，耶穌亦表明所有嘅食物都係潔淨嘅。耶穌又話：從人嘅內心裏發出嚟嘅，先至會使人污穢，因為從人嘅心裏走出各種邪惡嘅念頭，如淫亂、偷盜、殺機、通姦、貪心、狡猾、騙人、好色、妒忌、罵人、驕傲、狂妄等罪惡。呢一切都係從人心裏出嚟，而且都會污穢人。有一次，耶穌對群眾同門徒話：經學家同法利賽人所教導嘅，你哋都要遵守，但係唔好模仿佢哋嘅行為，因為佢哋講得好好，卻唔去做。佢哋將難以遵守嘅規矩壓喺別人身上，自己卻連一根指頭亦唔肯喐。佢哋要做嘅就係要炫耀俾別人睇，佢哋佩戴住加寬嘅經文盒子，又特別着上加咗長穗子嘅衣裳。佢哋喜歡喺宴會上坐首位，喺會堂裏坐高位，又喜歡眾人喺街上向佢哋致敬問安，更喜歡人稱呼佢哋為老師。其實你哋不可被稱為老師，因為你哋嘅老師只有一位。你哋彼此係兄弟姊妹，不可稱呼任何人為父，因為你們嘅父只有一位，就係天父。你們亦不可被稱為領袖，因為你哋嘅領袖只有一位，就係彌賽亞。你哋當中邊個係最偉大嘅，邊個就必須作你哋嘅僕人。無論係邊個高抬自己嘅，必被降為卑微；謙卑自己嘅，必被高舉。假冒偽善嘅經學家同法利賽人啊，你哋
真係大禍來臨啦！你哋自己進不了天國，亦妨礙真正想進入天國嘅人。假冒偽善嘅經學家同法利賽人啊，你哋真係大禍來臨啦！你哋為咗追求虛榮故事，拉長時間禱告，私下巧取豪奪，吞沒寡婦嘅財產，因此你哋必須將遭受更嚴厲嘅處罰。假冒偽善嘅經學家同法利賽人啊，你哋真係大禍來臨啦！你哋為咗說服一個人入教，不惜走遍天涯海角。當佢入咗教，你哋卻使佢變成比你們更可怕嘅地獄之子。假冒偽善嘅經學家同法利賽人啊，你哋真係大禍來臨啦！你哋用心擦亮杯盤嘅外表，內心卻盛滿咗強暴同自私。盲眼嘅法利賽人啊，先洗淨你哋杯盤嘅裏面啦，咁樣外面亦就乾淨。假冒偽善嘅經學家同法利賽人啊，你哋真係大禍來臨啦！你哋就好似粉飾一身嘅墳墓，外表好睇，裏面卻裝滿死人嘅骨頭同各種污穢。你哋本身就係如此，外表像個正直嘅人，內心卻充滿各式各樣嘅詭詐同罪惡。毒蛇啊！你哋呢啲蛇蠍嘅後裔，你哋點能逃過地獄嘅刑罰呢？你哋聽下，我要差派傳道人、有智慧嘅人同聖徒教師到你哋嗰度，有啲會被你哋殺害，有啲會被你哋釘上十字架，有啲喺會堂裏被鞭打，有啲從一個城市被追逼到另一個城市。法利賽人聽咗耶穌嘅話之後就出去啦，彼此商議從耶穌嘅話語中揾到把柄陷害佢。於是其中有一個經學家出嚟試探耶穌話：老師，請問摩西嘅律法當中邊一條誡律係最重要嘅呢？耶穌回答話：你要以全部嘅心力、意志、精神嚟愛你嘅主神，呢個係最大最重要嘅誡律。其次，亦同佢相等嘅係，你要愛別人如愛你自己一樣。摩西嘅律法同先知們嘅教導，全部都係以呢兩條誡律作為根據嘅。耶穌對門徒話：你哋要提防法利賽人嘅偽善，因為一切隱蔽嘅事，冇唔被揭露出嚟嘅，秘密亦終會被張揚出去嘅。法利賽人憤然離去，商議如何才能殺掉耶穌。耶穌知道咗，就離開嗰度，有好多人跟隨住佢。佢醫好咗其中嘅病患，又囑咐佢哋不可張揚出去。呢個就應驗咗神透過以賽亞先知所講嘅：你們看我親自挑選嘅僕人彌賽亞，他是我最喜愛的，我對他心滿意足，我要將我嘅靈賜給他。他要向萬民宣告我的審判。他不爭論，也不喧嚷，在街上沒有人會聽到他的聲音。他不折斷已被壓傷嘅蘆葦，也不吹熄即將殘滅嘅燈火，直到正義得勝，萬民都會仰慕他。耶穌又講咗一個比喻，有一個財主，每天着住華麗嘅衣服，過住窮奢極侈嘅生活。喺佢家門前坐住一個窮人，名叫拉撒路，滿身是瘡。佢希望執一啲財主食剩落嚟嘅東西充飢，狗群亦常常嚟舔佢嘅瘡。後嚟呢個窮人死咗，天使將佢帶到亞伯拉罕身邊。無奈財主亦都死咗，埋葬後，財主喺地獄受住痛苦嘅煎熬。抬頭睇見亞拉伯罕喺遙遠嘅地方，又睇見拉撒路喺佢身邊，就喊住話：我嘅祖宗亞伯拉罕啊，可憐我啦！求你打發拉撒路用指尖沾一啲水嚟涼涼我的舌頭吧。我在這火焰中實在痛苦極了。亞伯拉罕話：
孩子啊，你想想看，你生前享盡咗福，但係拉撒路受咗好多苦，現在佢喺呢度得到安慰，你卻受折磨，而且喺你我之間隔住一道深淵，從呢邊到你哋嗰邊係不可能嘅，從嗰邊到我哋呢邊亦係不可能嘅。財主話：我嘅祖宗啊，既然咁樣，我求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親家去，及時警告我嘅5個兄弟，免得佢哋死後亦到呢個痛苦嘅地獄嚟。亞伯拉罕回答話：佢哋可以聽從摩西同先知們嘅訓導。財主話：唔得噶，我嘅祖宗亞伯拉罕啊，如果有人從死裏復活到佢哋嗰度去，佢哋一定會悔改嘅。但係亞伯拉罕話：如果佢哋唔理會摩西同先知嘅教導，即便有人從死裏復活，佢哋仲係唔會相信嘅。耶穌向嗰啲自以為良善而藐視別人嘅人講咗以下呢個比喻：有2個人上聖殿裏去禱告，一個係法利賽人，一個係稅務官。嗰個法利賽人昂然站立，禱告俾自己聽：哦，神啊，我感謝你，因為我唔似別人那樣偷盜、不義、淫亂，更唔似嗰個稅棍。我每個禮拜禁食2次，我亦奉獻全部收入嘅1/10。但係各位稅官卻遠遠站着，連舉目望天都唔敢，捶住胸膛話：神啊，我係個罪人，求你憐憫我。我告訴你們，獲得赦免而成為義人嘅係各位收稅嘅人，並唔係嗰個法利賽人。因此，凡係高抬自己嘅，必降為卑微；謙卑嘅，必被高舉。有一次，門徒嚟問耶穌：喺天國裏，邊個係最偉大嘅？耶穌就叫咗個孩子嚟，叫佢站在佢哋中間，話：我老實告訴你們，除非你哋重新悔改，變成像小孩子一樣純潔真摯，否則你哋不可能進入天國。誰如果自謙自卑，像呢個小孩子一樣，喺天國裏就係最偉大嘅。任何人奉我嘅名而收留好似咁樣一個小孩子，佢就係收留我。但無論係邊個，如果有人令一個相信我嘅小弟兄犯罪，倒不如將一塊大石磨拴在自己嘅脖子上，淹死在深海裏。猶太人嘅一個節日，住棚節快到啦。耶穌嘅弟弟們對佢話：你離開呢度到猶太去吧，好讓你嘅門徒能看見你所做嘅事。人要顯露頭角，就不能偷偷摸摸喺暗中行事。你如果做呢啲事，就應該向世人顯示自己。原來連佢嘅弟弟們都唔相信佢。耶穌對佢哋話：我嘅時限仲未到，你哋咩時候去都一樣。世人唔會厭惡你哋，但係佢哋會厭惡我，因為我不斷咁指出佢哋嘅罪惡嘅行為。你哋去過節啦，我而家唔去，因為對我嚟講，時機仲未成熟。講咗呢啲說話，耶穌仍留喺加利利。耶穌嘅弟弟們起程到耶路撒冷以後，耶穌避開人們嘅注意，亦去過節。節日到啦，猶太人到處尋找耶穌，話嗰個人去咗邊呢？人群中對佢議論紛紛，有人話佢係個好人，有人話唔係，佢係欺騙民眾嘅人。只係大家都唔敢公開討論佢嘅事，因為害怕嗰啲猶太人嘅領袖。節期大約過咗一半，耶穌就到聖殿裏去教導人。猶太人覺得好稀奇，話呢個人冇受過教育，點解會懂得咁多呢？耶穌話：
我所教導嘅唔係我自己嘅，而係出於嗰位派我嚟嘅神。一個人如果決心要遵行神嘅旨意，就會分辨出呢個教導係出於神，定係出於我隨便講嘅。耶穌又大聲話：相信我嘅人唔只係信我，更相信差遣我嚟嘅嗰一位。睇見我嘅，亦就等於睇見嗰個差遣我嚟嘅神。我係光，我到世上嚟係要叫所有相信我嘅人唔好再留喺黑暗裏面。聽咗我嘅話而唔遵守嘅人，我唔定佢嘅罪，因為我嚟唔係要定世人嘅罪，乃係要拯救世人。拒絕我唔接受我話嘅人，喺末日來臨嘅時候，必定因我嘅話而被審判定罪，因為我冇依照自己嘅意思說話，而係派我嚟嘅天父命令我講乜嘢。我知道天父嘅命令會帶嚟永恆嘅生命，因此我所講嘅話正係天父要我講嘅。有啲喺耶路撒冷嘅人話：呢個唔係佢哋想要殺嘅人咩？你睇佢竟敢咁明目張膽咁講，卻冇人去制止佢。難道議員們已經承認佢就係彌賽亞咩？如果彌賽亞出現嘅時候，應該係冇人會知道佢從咩地方嚟。但係呢個人嘅來歷，大家都好清楚。於是耶穌就喺聖殿裏面大聲疾呼咁教訓眾人話：你哋知道我係邊個，亦知道我係從邊度嚟嘅。我唔係依照自己嘅意思嚟嘅，係嗰位真實可靠嘅天父差遣我嚟嘅。但係你哋卻唔認識佢，而我認識佢，因為我係從佢嗰度嚟嘅。佢亦就係差遣我嚟嘅嗰一位。眾人當中有好多人相信咗耶穌。佢哋話彌賽亞嚟嘅時候會比呢個人創造出更多嘅神蹟嘛？另外有人話呢個人係彌賽亞，亦有人話彌賽亞點解會嚟自加利利？聖經唔係明明講彌賽亞係大衛王嘅後代，要降生喺大衛王嘅故鄉伯利恆咩？於是眾人為咗耶穌又引起咗爭論。法利賽人聽見群眾喺度紛紛議論耶穌嘅事，佢哋同祭司長就派差役去逮捕耶穌，但係冇人落手去拉佢，因為佢嘅時限仲未到。祭司長同法利賽人睇到差役空手翻嚟，就問：點解冇將佢帶翻嚟？差役們回答：從來冇人好似佢咁樣講話嘅。法利賽人話：連你哋亦被佢迷惑啦。議員們同法利賽人當中，難道有邊個會信佢咩？呢啲唔懂律法嘅愚民係可以詛咒嘅。佢哋當中有一個人就係以前嚟見耶穌嘅尼哥德慕，對佢哋話：難道我哋嘅律法唔允許被告申訴同查明事實就能定人嘅罪咩？佢哋就話：你都係加利利人啊，你去查一查就會知道。先知唔可能出自加利利。耶穌離開聖殿時，門徒們走上嚟，向佢指住建築宏偉嘅聖殿。耶穌話：你哋眼前嘅呢啲建築，我現在告訴你們，將來喺呢度會連一塊搭埋一齊嘅石頭都冇咗。呢個聖殿要被徹底咁拆毀。耶穌喺橄欖山上坐住，門徒們私下嚟問佢：請告訴我們，聖殿被毀嘅呢件事咩時候會發生？你再翻嚟同世界末日來臨之前，會有咩預兆呢？耶穌回答：你哋要小心，唔好俾人迷惑，因為好多冒充我名嘅人會出現，佢哋會話我係基督，因而欺騙咗好多人。你哋會聽見打仗嘅傳聞同戰爭嘅消息，但千萬唔好驚慌，因為呢啲事一定會發生。不過世界末日仲未到，民族同民族之間嘅相鬥，國家同國家之間嘅爭戰，到處
會有饑荒同地震，呢啲亦不過係災難嘅開始。到嗰個時候，由於我嘅緣故，普天下都會憎恨順從我嘅人，你哋要被逮捕、受酷刑，甚至被殺害。因此，好多人要放棄對我嘅信仰，彼此出賣，互相仇視。同時，仲有假牧師要出現，迷惑好多人。因為罪惡氾濫，大部分信徒嘅愛心就冷淡，唯有堅忍到底，必定得救。天國嘅福音先要傳遍天下，向全人類作見證，然後世界末日才會嚟到。喺嗰啲日子裏，必有大迫害。呢個係從神創造天地直到而家，從嚟冇出現過嘅大迫害，將來亦唔會再有。如果唔係神減少嗰啲苦難嘅日子，就冇一個人能夠得救。神為咗自己所挑選嘅子民，已經縮短咗嗰啲苦難嘅日子。如果有人同你話，睇下呢位就係彌賽亞，或者講嗰位就係彌賽亞，你哋唔好相信佢，因為假嘅彌賽亞同假嘅傳道人都會出現，做出各種神蹟同奇事，盡其所能嚟迷惑神嘅選民。我已經預先告訴你們呢一切，所以你哋要留心。大迫害嘅日子以後，太陽要變黑，月亮不發光，星星要從天上墜落，天上嘅萬象亦被搖動。到嗰時候，人們一定睇得到人子充滿住無比嘅全能同榮耀，駕住彩雲降臨。佢要差遣天使到四方各處，地極天邊，召集佢所挑選嘅子民。天同地都要消失，我嘅話卻永世長存。至於那日子和時間，冇人知道，天上嘅天使唔知道，人子亦唔知道，只有天父知道。你哋要謹慎，要警惕，因為你哋唔知道嗰個時刻幾時會來臨。人子嘅降臨要像諾亞時代所發生嘅事一樣，洪水以前一直到諾亞進入方舟嘅嗰一天，世人都在大吃大喝，嫁娶享樂，毫不領悟。等到洪水一到，佢哋才明白，但已來不及，被大水沖得無影無蹤。人子降臨嘅時候，亦係一樣。當人子喺佢嘅榮耀中帶住所有嘅天使降臨嘅時候，佢要坐喺顯耀嘅寶座上，全世界嘅人都聚集喺佢面前，正如牧羊人將綿羊同山羊分門別類一樣。人子要將人們分類，綿羊喺右邊，山羊喺左邊。到嗰個時候，王要對右邊嘅人講：蒙我父賜福嘅人啊，你哋嚟啊，嚟承受從創世以嚟就為你哋預備好嘅國度啦。因為當我飢餓嘅時候，你哋俾我食物充飢；我口渴嘅時候，你哋俾我飲料飲；我無家可歸，你哋就讓我留宿；我赤身露體，你哋俾我衣服穿；我生病嘅時候，你哋嚟慰問我；我坐牢嘅時候，你哋嚟探望我。嗰啲義人會問我：主啊，我哋咩時候見你餓啦，就俾你食；見你渴啦，就俾你喝；咩時候見你無家可歸，就接待你；見你赤身露體，就俾你穿；咩時候見你生病或坐牢，就去探望你呢？王會回答：我鄭重咁告訴你們，無論咩時候，你哋對我嘅弟兄們所做嘅每一件事，縱然係最低微嘅一位，就等於係對我做嘅。然後王會對左邊嘅人話：受詛咒嘅你們，請給我走開，進到那為魔鬼同佢嘅使者所準備嘅永不熄滅嘅火裏去吧。當我餓了，你們唔俾我吃；渴了，又唔俾我喝。我無家可歸，你們不接待我；我赤身露體，又唔俾我着；我生病及坐牢嘅時候，
都唔嚟探望我。呢個時候，佢哋會問：主啊，我咩時候睇見過你飢餓、口渴、流浪、赤身、生病或坐牢，而冇幫助你呢？王會回答：我實實在在咁話俾你哋聽，無論係咩時候，當你哋唔去幫助我最卑微嘅弟兄，你哋就同拒絕我一樣。呢啲人要進入永無止境嘅刑罰，而正義嘅人卻要進入永恆嘅生命。有一位患者名叫拉撒路，住喺伯大尼，就係瑪利亞同佢姐姐馬大住嘅村莊。呢個瑪利亞就係曾經用香油抹耶穌嘅腳，並且用自己嘅頭髮擦乾佢嘅嗰位婦人。患病嘅拉撒路就係佢嘅弟弟。姐妹二人派人去揾耶穌話：主啊，你所愛嘅朋友生病啦。當耶穌到達伯大尼嘅時候，拉撒路已經被埋葬4天。伯大尼離耶路撒冷約有3公里遠，好多猶太人嚟慰問馬大同瑪利亞。馬大聽講耶穌嚟咗，就出去迎接。瑪利亞卻留在家裏。馬大對耶穌話：主啊，如果你早到呢度，我嘅弟弟就唔會死啦。但我知道，就係現在也為時不晚，因為無論你向神求乜嘢，神必定賜給你。耶穌對佢話：你弟弟會復活嘅。馬大話：我知道喺末日來臨嘅嗰日，佢會復活嘅。耶穌話：我就係復活，就係生命。信我嘅人雖然死咗，亦要復活；活着而信我嘅人，必定永遠不死。你相信呢啲話嗎？馬大回答：主啊，我信，我已經信，你就係彌賽亞，係神嘅兒子，係嗰位要到世上嚟嘅救世主。馬大講咗呢啲說話就翻屋企，悄悄咁告訴瑪利亞話：老師嚟咗，佢叫你。瑪利亞立刻趕往村外，到馬大剛才迎接耶穌嘅地方去見佢。嗰啲喺佢屋企裏面安慰瑪利亞嘅猶太人，睇見佢匆忙咁起嚟出去，以為佢要到墳墓嗰度哭泣，就跟住佢。瑪利亞去到耶穌嗰度，一見到佢，就俯跪喺佢腳前話：主啊，如果你早到一步，我嘅弟弟就唔會死啦。耶穌睇見瑪利亞喺度喊，陪佢嚟嘅猶太人亦喺度喊，心裏又激動又煩惱，就問佢哋：你哋將佢葬喺邊度？佢哋回答：老師，請嚟睇下。耶穌喊啦。猶太人話：你睇下，佢幾咁愛呢個人。有啲人卻話：佢既然能讓盲人睜開眼，點解會冇辦法讓拉撒路唔死呢？耶穌心裏更激動，就嚟到墳墓面前。呢個墳墓係一個洞穴，洞口有一塊石頭堵住。耶穌吩咐將石頭挪開。死者嘅姐姐馬大話：主啊，已經4日啦，屍體一定發臭啦。耶穌對佢話：我唔係對你講過，如果你相信，就能看見神嘅榮耀咩？於是佢哋將石頭挪開。耶穌舉目望天，話：父啊，我感謝你，因為我知道你已經聽到我嘅禱告。我更知道你時常傾聽我嘅禱告。今次我咁樣向你訴說，係為咗讓周圍站着嘅呢啲人都相信係你差遣我嚟。講完就大聲呼喊：拉撒路出嚟！嗰個死人就出嚟啦，手腳都纏住布條，臉上亦包住布巾。耶穌吩咐佢哋解開佢，俾佢走。
嚟慰問瑪利亞嘅猶太人睇見耶穌所做嘅事，有好多人立刻就信咗耶穌，但亦有啲人回去見法利賽人，將耶穌所做嘅事向佢哋報告。於是法利賽人同祭司長們召開咗最高議院，話呢個人做咗咁多嘅神蹟，我哋該點辦呢？如果讓佢繼續咁樣做落去，大家都會相信佢，到時候羅馬人一定會嚟佔領我哋嘅聖殿，擄掠我哋嘅百姓。猶太人嘅逾越節快到啦，有好多人從鄉下到耶路撒冷去，要喺節期前潔淨自己。佢哋到處尋找耶穌，又喺聖殿裏彼此談論。你認為點樣？佢唔會嚟過節吧？法利賽人同祭司長們早已落咗命令，如果有人知道耶穌喺咩地方，必須報告，好去拉佢。逾越節前6天，耶穌嚟到伯大尼，就係佢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嘅嗰個村莊。有人為耶穌預備咗晚餐，馬大幫忙招待，拉撒路同其他嘅客人同耶穌同席。有一大群猶太人知道耶穌喺嗰度，就趕嚟睇佢，同時亦想睇睇從死裏復活嘅拉撒路。於是祭司長們暗中計劃，連拉撒路都要殺掉，因為有好多猶太人由於拉撒路嘅緣故，相信咗耶穌。第二日，一大群到耶路撒冷過節嘅人，聽講耶穌就要進城，佢哋都攞住棕樹枝出去迎接佢，並且高聲歡呼，讚美神：我們的救主萬歲！以色列的王萬歲！耶穌揾到咗一匹小驢，騎住進城，正如撒迦利亞書嘅預言：錫安城嘅兒女們啊，不用害怕。看啊，你們的王來了，他騎着小驢來了。起初耶穌嘅門徒唔明白呢啲事嘅意義，但係到耶穌復活以後，佢哋先至發現呢啲話係指住佢而記載嘅，並且群眾果然向佢咁樣做。嗰啲親眼睇見耶穌令拉撒路復活嘅，不斷傳揚呢件事，所以好多聽過呢件神蹟嘅人都去迎接佢。法利賽人彼此話：我哋真係徒勞無功。你睇下，全世界嘅人都跟佢去啦。經學家同祭司長們因為佢怕群眾，就諗辦法秘密咁殺害耶穌。呢個時候，撒旦侵入加略人猶大嘅心。猶大係12門徒之一，就去見祭司長同聖殿嘅警衛們，商量出賣耶穌嘅方法。佢哋喜出望外，答應俾猶大一大筆酬金。猶大亦同意啦，就開始揾機會，要趁群眾唔喺度嘅時候，將耶穌交俾佢哋。耶穌雖然喺群眾面前做咗好多神蹟，佢哋仲係唔相信佢。呢個就應驗先知以賽亞講過嘅話：主啊，有誰相信我所傳的信息呢？主嘅全能有誰領悟到呢？跟住以賽亞又講出咗佢哋不能相信耶穌嘅原因。神讓他們睜不開眼，硬了心腸，否則他們看明白了，再回心轉意，我還要醫治他們。以賽亞咁樣講，係因為佢睇到咗耶穌嘅榮耀，就指住耶穌講嘅。雖然如此，猶太人嘅議員當中仲係有好多相信咗耶穌，只因顧慮到被法利賽人發現，所以唔敢公開承認，免得被趕出會堂。佢哋愛塵世間嘅榮譽，遠勝過神嘅榮耀。